好，看到这高雄市当咧规划全台湾头一间台语的实验小学，有真侪母语家庭毋但表示肯定，嘛希望讲各县市拢会当来设。也那学者是认为讲，应该要由中央做伙来推动。 囡仔耍山耍甲真欢喜，这是母语家庭带家己的囡仔来公园佚佗。听到高雄目前正咧规划台湾头一间的台语实验国校啊，因伫北部是真兴奋。并一直有伫各地推测台语学校成立的台语路协会表示，目前因伫北部接触到的地方政府较无强烈的意愿和动力。不过母语家庭是认为，这件代志其实是爱靠政府去沟通的。规个北台湾的台语家庭可能拢喺度暴动安尼，过去无即种例，所以大家拄开始会毋敢做。这是政府的责任，伊应该要去沟通。真希望讲，即个高雄因做出第一间吼，这个经验会使拖出去。 除了民间团体望未来通有搁较侪间台语学校，学者也鼓励，目前台湾也是属于华语单一化的社会，那通有多元的语言环境，尤其是甲咱的母语豆豆找倒转来生活当中，无共语言的切换对囡仔的发展来讲是真有帮助的，甚至大方向来讲是关系到规个国家的代志，应该扣到中央的层级去推动。定定伫咧两种语言之间切换，对伊的智力的提升，吼，囡仔智力的发展。 啊，佮有对伊老化的这个速度，拢会当互伊慢落来哦。这是关系到咱各位各民国家发展的好事啊。希望这个代志会当提升到中央政府的层级。学者表示，对语言来讲，环境本地就真重要。设立台语学校，就是咧增加讲台语的环境，创造多元语言的环境，是关系到规个国家的发展。望中央政府会当重视，未来也通伫无共县市设立台语学校。记者刘时武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